大家好，今日我想講一講啦，WL59E 嘅設定方法。設定方法都係非常之簡單，只要將個 WL59E 擺喺電腦隔離，插着電源，開啟電源之後，你會見到紅色燈仔會着咗。之後我哋將 LAN 線直接放入去 WL59E 入邊，另一端直接插電腦。要記住唔係插 router 嗰邊，係直接插電腦。跟住開啟電腦嘅電源，開啟咗之後，我哋就會進入呢個電腦系統入邊，開啟呢個瀏覽器。開咗之後，正常嘅情況下就會自動跳轉去到10.0.10.254嘅位置。如果唔能夠嘅話，就可以手動打 HTTP://10.0.10.254，進入到去一個設定界面。設定界面嘅話呢，佢就會自己彈個 Windows 出嚟，就會搜尋你屋企嘅網絡啦。咁就有咩 WiFi 可以俾你選擇，揀翻你自己嘅 wireless 上放大個名啦，填翻正確嘅密碼，跟住撳 Apply。Apply 完之後呢，系統呢就會嘗試去核實你個 WiFi 嘅資料啦，有冇填錯資料啊、密碼嗰啲嘅。如果正確無誤嘅話呢，咁佢就會幫你儲存咗之後，去嘗試去一個叫重新啟動嘅功能啦。Reboot 完之後，我哋就會見到正常嘅情況下就會左手邊左上角上面啦，就會見到 Connect 呢個字嘅，就顯示翻話俾你聽，你個路由器同個 WiFi 係連接咗㗎啦。設定完之後，假設一條直線 A 係你嘅路由器，C 係你個 WiFi 盲點位嘅話，將 WL59E 啦就放喺 A 同 C 嘅中間，開啟電源之後，你會見到中間個綠色燈呢就會顯示係1至3格，咁就代表設定完成㗎啦。咁就多謝晒觀看，拜拜。